宗教艺术图片，有天使的、佛教的、基督教的、道教的、神明的、神奇的啊。这是有加那个井字号的搜寻词，你看 ，Bible， 你看31万部影片，2.9万个频道啊。Art 艺术的也很多，242万部影片，51万个频道哦。Art 艺术，圣经英文版，英文读经 ，Sharing 呢 ，is caring 也是很多哦，6505个频道。知识的话也是很多，1000多个频道。分享的也2.2万部影片，2000多个频道。你看，现在做这个标签，可以按下去就会连接到相关的影片哦。现在要操作了啊，就是这个有活像的这个，现在按那个播放。然后从那个影片的标题哦，影片的标题哦，你看有没有变那个字变绿蓝色就可以超连接，按下去它就会连接到相关的影片哦。现在要按那个 religious， 按照顺序按下去，你看哦 religious 宗教的有2.5万部影片，6585个频道，这样就可以找到很多网络的资源了。你看本频道上传的也有显示在这里。现在画面的第一最右上边，第一类最右边，各种宗教的。佛教，你看到佛像就知道佛教，看到十字架就知道基督教了。你看，加个井字号，然后religious宗教的，就可以看到世界各大宗教跟宗教相关的。你看，影像啊，还有资源呢，还有学术研究参考。你看，第一列左边那个是印度梵文的，看都会用那种字。跟宗教有关的，你看内容很多呢。还有这个应该也是印度梵文，很像的就是西藏的藏文。五大宗教，儒家孔孟圣道的；释教就是佛教的，然后道教，然后耶稣基督教，然后回教、伊斯兰教啊。国际上的名称是伊斯兰教。你看，你跟找那个religious就有这么多内容了，要按那个连接，按那个标签连接才会显示出来。所以这个影片标题啊，加那个标签呢，影片标题要加那个标签才会显示出来，才会一点按就会连接出来。
现在要按那个右边第一行右边那个 N9 天使，按下去啊 ，N9 天使，你看，跟 N9 天使有关的11万部影片，要是影片标题有加 N9，影片标题有 N9 的也有了，3.6万个频道，你看 N9 天使。有人叫做安琪儿，安琪儿就是天使，安琪儿就是天使。你看天使的就又不是只有宗教，你看那可能是歌唱的，所以还是要查宗教的比较不会那么复杂。要歌唱的啦，N9，安琪儿天使就可以查到跟歌唱有关的了。好，再查那个布迪人，第二行左边布迪人，查布迪人。现在要查布迪人了，你看佛教的跟佛教有关的3.5万部影片，8512个频道，一看就知道是佛教的。你看，现在第一类嘛，你看左边那是达赖喇嘛。你看这个本频道上传了，又出现在第一类右边了。台湾宗教文化和信仰，你看到第一个啊，现在第一类第一项，第一类左边那个台湾 religion culture and belief， 台湾的宗教文化与信仰，有没有看到？找佛教找到那么多了，你看，没有外国人信佛教的。内容很多哈，接下来找那个 Christianity， 基督教的，你看，基督宗教的11万部影片，1.3万个频道，基督教的你看，或者是天主教，或者是所谓的东正教。东欧的东正教，你看，西欧天主教、基督教，在欧洲称呼新教就是在讲基督教，称呼新教就是在讲基督教，旧教就是天主教，旧的基督教就是天主教。你看，这是基督教，或者是天主教，或者是东正教。你看，内容很多了。看到十字架就知道基督教了。然后来按道义人，第二行
看第二类最右边，道与人道教，你看951部影片，112个频道，你看这个电脑科技啊的长处了，长处优点了，帮你计算的很清楚。你看本频道上传的也有显示出来，看道教了，道教还用英文来介绍呢。装置，你看介绍中国道家的典籍装置，道家还不一定只有道教，还有道家的。内容丰富，内容丰富，太极图、太极拳、神明，对体时是神明。复数了，我已经变 I 加ES 了。DEITY 对体就是神明。道教神主神，神明与神啊，神奇。Confucius 人是儒家，孔子Confucius，所以是儒家。Confucius 人儒家的儒教，那不敌人佛教。台湾呢？女生参加那个女生学道教的，你看内容丰富啊。应该是吃素的才对了。佛经能结经最后部分就是佛陀禁止修行人吃一切众生的肉，禁止吃一切众生的肉。现在21世纪了，全球新型冠状病毒很严重，变种非常严重可怕。吃素环保救地球，吃素防疫增强免疫力，还有环保救地球。然后来看第三类的第一项，对体神奇，对体神奇。你看2512部影片，904个频道。你看本频道上传的影片没有出现在右边，因为呢很多的标签呢加警字的有很多了，所以从那个影片有加那个影片标题有加警字就可以按了来搜寻网络资源，相关的资源都会列出来。对体是神明，但是也不一定都是跟神明有关的。你看，也有用到神的称呼的，神气啦、神啊、很神准啊、神什么的。
比较是综合跟生活有关的，你看比较广泛的了哈。神明神器相关的就很多了，你看，不完全都是宗教的哈。就这样哦，你看，搜寻词，那这个哈，有没有看到这个说明里面有出现网址连接的？这是宗教艺术的哦，是religious art 哦，宗教艺术关键字，你看 keyword，那这个是艺术博物馆的提供的资源哦，按下去，分享很多宗教艺术图片哦，你看作品的1338。主题吧，257还是什么？内容丰富诶，你看，哦哟，共19.82G，哦，这个使用量哦，然后后面怎么共19.82G 啊？怎么有这么大了呢？不能下载哦，那下载的档案那么大，19.82G。来，我们看那个中间那一项，内容丰富，你看。看看呢，内容这么丰富啊！世界各大宗教了，你看，这是像古董国宝啊，古董国宝文物啊，内容很丰富，可以看哦，1个小时大概都可以看哦。内